如果你而家先識 OG Anunoby，唔緊要。The OG Anunoby Appreciation Post is so back! Hello， 大家好，我係 Simone， 歡迎嚟到 NBA Talk。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如果你有 follow 開我咧，都知道 OG Anunoby 係我現役最中意嘅球員。如果想睇到我同 OG 嘅互動咧，可以重溫翻12月嘅採訪，我個背影同咪牌都上過佢個 IG feed 噶。講翻我自己由幾時開始留意 OG 呢？我由佢喺多倫多選秀嘅時候已經留意到呢位球員。佢由一個唔識射三分波，淨係識鏟籃入樽嘅防守大鎖，見證佢一路進步，成為而家連紐約人隊長 Jalen Brunson 都要減薪留佢嘅聯盟頂級 3&D 球員。佢嘅防守攔截咧係非常準確噶。喺最近淘汰鷹隊嘅系列賽上面咧，完全凍結咗亞特蘭大嘅大三元機器 Jalen Johnson。而進攻方面咧，當 OG 要鏟入去內線上籃嘅時候，因為佢6'8"，而且身形龐大，充滿爆炸力同 momentum 咁上籃，根本上亞特蘭大嘅防線就完全防唔到佢。另一個看家本領就係佢嘅 catch and shoot three， 而家基本上咧係越射越準啊，而且佢嘅無球走動咧亦都非常到位。之前咧佢就同名宿 Dirk Nowitzki 請教過改善射姿嘅建議。喺今季季後賽目前為止，佢嘅三分波32射19中，紐約人交易到佢，梗係執到啦。最近 OG 嘅哥哥咧就透過 Hello and Welcome Podcast 透露，其實 OG 都想留喺多倫多噶。可惜多倫多當時就要重建，無奈被交易到紐約人。OG 去到紐約呢個大舞台咧，發光發亮。上年休季嘅時間咧，唔單止得到 Skechers 嘅一紙合同，最近仲喺 Apple TV 嘅劇集咧客串添。OG Anunoby 真係一個非常全能嘅球員。投票話我知，大家又覺得佢下季會唔會入選全明星賽呢？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